来这个新宇航空为台中直飞到 Okinawa 航线正式来启航，一礼拜飞4班，希望会当带动中部到 Okinawa 的交流。 旅客拖卡棒真欢喜，伫咧机场柜台准备登机手续。出国旅游过去拢必须到桃园坐飞轮机，不过即马伫咧台中卖当直飞到 Okinawa。新宇航空即天正式启航，予中台湾的民众感觉真便利。冲绳距离台湾只有1.5小时的航程，是台湾旅客最爱的海岛旅游胜地之一。 热烈庆祝首航仪式，航空公司即天伫咧台中国际机场举办剪彩仪式，嘛希望更多Okinawa游客直接飞来到台中，带动观光。因为我们住在彰化，所以来这边大概路程20分钟就可以直接飞冲绳。首航即天，航空公司嘛特别准备礼物送予旅客，为 Okinawa 到台湾敢若2点钟飞的时间，希望未来会当带动中部和 Okinawa 之间有更加多的文化交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